如果正义注定无法被伸张的话，而恶却能大行其道，那我们所信仰的那些准则，就都成了笑话。刘烨是最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人，但是这个世界容不下他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呢？摆烂吗？陆光，连你也这样吗？那世界是美好的，但它总也有阴暗面嘛，这很正常的嘛。就是因为它有黑暗，它才更需要有人去成为那个光，成为那个太阳，照亮它嘛。柳叶爸爸妈妈他弟弟，还等着我们去帮他呢。现在谁都能倒下，就我们不能倒下。我们都倒下了，谁帮他伸张正义啊？这才叫不负责任吧？不能倒下，也不准倒下，谁也不允许。